上網睇護室教學，節奏快到跟唔到。唉，算啦，做極都係咁。老表，唔使咁頭痕嘅，你試下呢隻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研發嘅雙膝掌門人2啦。呢啲動作係專職人員去設計㗎。你睇個畫面咧，有條 AI 骨架線跟住你喐，做到標準咧就會加分。老表仲喺度騰騰震，卡巴機。我啱啱試過做轉身冇咁靈活啫嘛，下一組我實追過你啊！陳伯，我喺後台睇到你啲數據進步緊喎。係啊，自從玩咗呢隻 app，對腳鬆咗又靈活咗，上落樓梯都冇咁驚。快啲過嚟上堂啦！無論係伸展、強化肌肉定係平衡練習，受訓人員都會按照你哋嘅情況貼身跟進。真係估唔到，打下機竟然可以幫我鬆翻晒對腳，又同大家玩得咁開心，護膝原來可以咁 easy。同膝同講拜拜，我哋一齊自信萬步。